好啦，今日第6首曲目呢係一首新曲，係今次喺台上首唱嘅呢一曲就係、緣盡今生愛未央。呢首新曲呢係由伍時本先生撰寫，音樂及唱腔設計呢就係由我哋今晚嘅音樂領導黃志良師傅設計。因為講下故事內容呢，因為好長嘅，係取材自一個著名嘅電視一個長劇《感受未央》。因為佢裏邊有54集咁多，所以我濃縮講下呢一曲嘅故事內容俾大家聽下。講到五胡十六國嘅時候，有一個國家叫做大梁，佢歸降北魏，但係俾北魏嘅戚雲家誣陷佢，追殺佢嘅皇族。大梁嘅公主唯有逃亡。輾轉呢，佢就因為魏國嘅李尚書個女死咗，佢就冒名佢嘅名，變咗李尚書個女，冒名為李未央。機緣巧合之下，佢認識咗高陽王拓跋浚，二人鍾情。後來魏國發生叛亂，佢協助拓跋浚平亂，而拓跋浚呢登上魏王嘅皇位，但係佢哋竟然間受咗奸人所害，受咗戚雲落咗個劇毒，2個中毒，只係得1劑解藥。拓跋浚呢詐假意呃咗李未央服咗呢個解藥，而自己若干年後呢劇毒發作。呢一個係講到佢哋2位喺拓跋浚彌留之際，喺豫園嘅黃花樹下共定誓盟。好啦，為我哋演唱呢，呢一曲嘅原唱者呢係黎俊升先生同白如霜小姐嘅，但係今晚呢係由黎俊升先生嘅徒弟陳建超夥拍呢曲嘅原唱者白如霜為大家送上呢一曲，熱烈掌聲，有請2位。
寄情啊，心盟誓住。塗炭力不知啊，怕是你留金正處，難你再護花兒。那如此相思，寶香園庭，強染我心啊，格難認獨啞住。哦，媚娘。主上，皇后不必多禮。主上，你龍體不安，應該留在寢宮休息才是啊！媚娘啊，每年今日共益雅事。每年當初相遇情天賜，叫你幾日番奉獻馬地，幸得浪花救，花險為嘆句媚娘言，命途多舛懸疑。你本是大良公主，玉葉茂金字，卻變作苦底猶如歷盡萬呢千，暴風赤雲家玉野吞曠地，切你計謀思，父王參受虛無，被陷懷反戰，信息家亡國破，父死縱似你避難逃生離險地，四處飄蓬沒靠依，從此得命運隨天意，命運隨也天意。你輾轉無名，定野題仍作媚樣兒也
早已喪生咯。微央乃李尚書之庶女，因命格與正室夫人戚雲游之女相克，自小被放逐芳村，李府上下無人知其樣貌。所以微央被戚雲游派人殺害之後，我便無名定係，直至今日書上嚟，還是喜歡換妾身為微央啊。正是驕當初阿里險地，此時蒼天有意，結就兩相知，似春呢人劫餘。想到我兩劫難從從，卻直愛思。感君為愛堅持沒猜疑，郎君你為我感透一切，當日替先君情變時，你為救妾身顯自難沒意沒躊躇。回想當年，皇叔托不如，糾結中上是中愛，篡位奪權，令先王慘死。當時情景還歷歷在目啊！當年先你弟病前時，英倫兼虎視，狐狸中露尾，我在蕭牆之宮廷分呢無報音媽迷，一朝血雨疾風呢吹，悲我先那王，被是歸天呢去。你獨木難知，只因應援兵未知，坐龍平呢靠無誰伴，查千軍你難敵意，慘遭凌辱受鞭笞，身上傷痕非虎事，罪得虎士聞你被逼家託不那如，唯有裝瘋那樣弱免猜疑，瞞天過海待等援兵至啊！你排雲撥霧，終能摘奸平亂，還生機可是我與君同中戚雲劇毒。幸得活命靈丹，把我兩人同救治把我兩人同救治，
主上與太醫之說話，妾身經已得知。唉，微讓戚雲解藥，世間那稀。石果僅存嬌服雅語，再無妙藥，把我毒消除。全信愛念，恨國君堪埋月邊，亂意平應樂事，誰知你毒入心脾，苦自知，你因讓妾身蒙苦女，我至今才知，我罪孽累累。若當年龍先去，君獨能隨，龍秀綿長。微讓，咁你就錯啦！知否我失去微讓，猶如是何來濟世？請問是呀？緣盡今生愛得微讓，未告真情，為怕你向東南知，靠倚主上，微讓。孤王想為你再種一顆你最深愛之黃花樹，再種黃花樹。主上，但係你無妨無妨。10年再種黃花樹，花謝花開愛不已，名若懸絲仍古木，勞嬌助我，直生枝呀！花兒花
零落吊苦後，卻像神志。溫你若然何隨？花中艷華夕懶容潮水。春風一去愛戶有誰？強念起花錯離戰，但四肢乏力人那疲憊。竟見他色變忽呢個血湧心上，不敢吐血呢吐血染花兒。嘆巨嬰年將早逝，為是今生無話悔。作情痴。在心連相見，恩愛兩不賴。若是何家雲翠，我孤身獨行，無聲宏義年幼，盼與父賜，為澤民生須勵志，原是後心馬雲長伴你。化作情謀花樹
情意切。往前，哎呀，哎呦，發覺劇痛戲短，此時淚真耐，魂魄重施。